咩叫三觀？其實三觀係一堂人生必修課，亦都係父母必須要教俾仔女嘅事啊。三觀講緊嘅就係世界觀、價值觀同人生觀。咩係世界觀？唔登高山就唔知天有幾高，唔到深淵就唔知地有幾厚。只有不斷擴闊眼界，世界先至會慢慢喺你眼前打開。你見識過幾多，行過幾多路，讀過幾多書，識過幾多人，就塑造咗你嘅世界觀。乜嘢係價值觀？唔同人對同一件事有唔同嘅睇法。有人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，有人覺得行萬里路勝過讀萬卷書，亦有人堅信社會歷練先係最寶貴。你認為咩係啱嘅？你重視咩？呢啲就係你嘅價值觀。至於人生觀，就係由你嘅世界觀同價值觀一齊決定出嚟嘅。世界觀有幾闊，價值觀就有幾堅定，人生觀就有幾廣闊嘅。好似你讀過咁多書，行過咁多路，識過咁多人，最終仍然要回歸自己內心去思考，你想過一種點樣嘅生活？你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？世界觀係填空題，價值觀係判斷題，人生觀係選擇題。而所謂三觀唔同，講嘅就係選擇唔同。